年尾的暗暝，规家伙仔伫大厅开讲卫生，桌仔顶有囥糖仔，年节的好食物，这时阵的阿母笑笑啊讲。年尾过年啊，食甜粿、穿新衫，这是恁囡仔人上佮意的。毋是哦，阮囡仔人上佮意的是提硩年钱啦。哈哈，莫怪有人讲，大人操烦无钱，囡仔欢喜过年。囡仔爱你咧。头壳内底想著过年，有好食的发粿、鸡肉、烟肠、圆仔，我著足欢喜的。想来想去拢是想要食，阿兄真sâi-tsia。敢讲你袂想要食？过年的好食物有真济啊！安尼阿母问你，你是按怎爱食圆仔？因为食圆，互人规家平安团圆。圆仔我也是爱食，阁欢喜规家团圆作伙食饭开讲。你拄则毋讲想要提硩年钱？好阿兄啦，今年我要加食寡银银。阿爸是安怎你要加食寡银银？因为食银银趁钱哪海用。爱阁食发粿，互人规家好做伙。阿爸熬合家伙。阿爸合家伙，存走侪钱。哈哈，你讲甲袂输，大家拢真爱钱呢。我爱提硩年钱，毋过搁较爱啉啦。等下我会加食寡韭菜，祝阿爸阿母会当久久长长健康食百日。阿妹仔的喙真正甜，安尼今年的红包甲你包较大包的。耶！